現代人生活節奏快，各方面壓力都好大，尤其係啲上班族咧，每日都要面對好繁忙嘅工作，成日都要長時間咁樣用腦，好容易疲憊乏力，出現肌肉痠痛同埋頭暈。呢個係因為佢哋長時間用同一種姿勢趴喺度，或者係使用電腦，再加上缺乏運動，造成咗乳酸物質局部堆積。過多嘅乳酸物質咧，會使呢個肌肉產生收縮反應，令到血管受到咗壓迫，使到其中嘅血液出現循環障礙，引發局部嘅肌肉痠痛，甚至乎係全身性嘅疲勞。我哋建議你補充 B 族維生素。B 族維生素能夠調節內分泌、平衡情緒、鬆弛神經。尤其咧，維生素 B1 對分解乳酸咧，更加係必不可少嘅。佢能夠有效咁樣減少人體裏邊嘅乳酸堆積，緩解肌肉嘅勞累感同埋疼痛感，幫助重體力勞動者同埋運動員消除疲勞。我哋仲建議你補充維生素 C 嘅。咁研究發現咧，人喺承受巨大壓力嘅時候咧，體內會消耗大量嘅維生素 C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消耗嘅數量係平時嘅8倍。緩解疲勞咧，我哋係要補充維生素 C 嘅，因為佢係可以消除體裏邊使人哋老化嘅自由基，令到身體保持活力噶。容易疲勞嘅人咧，應該多啲食蔬菜啦、水果啦，適當咁樣食一啲粗糧，並且係多啲活動鍛煉身體嘅，或者係喺進行體力或者係腦力勞動之後咧，食一啲堅果同埋果乾，咁咧係能夠快速咁樣補充體力嘅。我哋不妨咧平時就喺書包裏邊備一啲杏乾啦、杏仁啦同埋榛子等等嘅。除此之外咧，浸熱水涼咧係有助於促進血液循環、放鬆肌肉、緩解乳酸堆積，達到舒緩疲勞嘅效果嘅。所以咧，建議大家上完一日班之後就可以翻去浸個熱水涼啦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